2024青美画展优惠个展，1号上午伫南区区公所的艺术空间来举行开幕式，包括南区区长肖秀华、画家赖清美，阁有真侪艺术协会理事长、赖清美画家的老师、校长甲教授等参加。现场聚一粒未少的艺术家，互南区区公所充满了艺术人文的气息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，在南区区公所的2楼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空间。那长期以来，我们都透过跟艺术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，让所有来公所洽公的民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。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，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欣赏到各种不一样的一个作品。那这一次的展出呢，预计从8月1号到8月30号为止，那为期是1个月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也都会陆陆续续有一些展期的一个推出。那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，除了到公所来洽公以外，也可以来这边欣赏我们的作品。赖清美老师自细汉受到父亲的影响，时常早日画板画出家乡的景色。伫美国读美术的时，学习西洋的速写，先以速写写生，将美丽的景色扎入去画色，然后搁再整理出一把一把完整的作品。即届展出的优惠作品，大多数以台湾为主题，有大自然的山林、溪流的美景，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等。我这个主题加显明，就是要把美丽的台湾表现出来。那整个来讲，总共有42幅，我觉得每一幅都是我的呕心创作。好，我嘛刚刚讲，我从开始学画到现在，我等于是没有后悔，一直娱乐了我的人生。赖清美老师本身嘛是台南市清风书道学会理事长，唔定毛笔记写得好，现场将近48个优惠作品，拢是近年来的创作，唔定展现台湾山川的水，同时嘛呈现台湾400年来人民安和乐利的生活。即届展期对8月1号到8月31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南区区公所来参观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